美东时间13，台湾联合国的宣达团伫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楼的头前开记者会，呼吁联合国要重新来审视第275号的决议，支持咱台湾加做联合国正式的会员国。之前澳洲的国会嘛公开消停，荷兰的国会嘛通过动议，批评中国误解联合国第275号的决议，要消停台湾重回联合国。荷兰嘛是头一个公开消停咱的欧洲国家。 Taiwan has never belonged to the People's PRC of China. 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头前宣读公开会，指控疑似台湾联合国协进会 UN 宣达团伫美东时间13举行记者会，呼吁联合国审视275号决议，支持台湾加做联合国正式而且独立会员国。2758号决议文不代表台湾。 台湾不属于中国的一部分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要以一个正常的国家来加入联合国，来参与国际组织。 团员阁特别用增加彩绘伫联合国的标志当中加上台湾图像，表达诉求。所以宣达团也可以伫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头前，甲侨胞举办 Keep Taiwan Free 游行，继续为台湾发声。国际支持台湾的声音也加大。澳洲参议院8月通过支持台湾动议，至年代第2500号决议，并无牵涉台湾了后，荷兰国会12以147票对3票通过动议，告责中国歪曲联合 国大会第2500号决议是欧洲国家第一例。Er staat Taiwan steeds meer onder druk van pogingen van China om de 24 miljoen Taiwanese te isoleren in de internationale gemeenschap. VN-resolutie 2758 wordt misbruikt om vertegenwoordiging van Taiwan in de internationale gemeenschap te blokkeren. 动议内容阁要求荷兰政府伫欧盟内部寻求对这项立场的支持。学者分析，澳洲、荷兰通过友台动议，那本来自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今年伫台北峰会通过决议，认为27500号决议无讲到台湾，无处理台湾的政治地位，也无主张中国对台主权。我们政府也应该要努力的。 来去说服支持我们台湾的一些民主自由国家的阵营，能够去抗衡北京的这些跟南方国家的一些串联的一些压力。学者建议立法院也处理同款的决议文，在国际对台声援的同时，调影言到底支持台湾加做更加强大力头，对台湾扩大参加国际组织的可能有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